台积电今仔日开股东会，董事长魏德嘉强调讲，过去这一年营收甲逐个月利润，拢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美国总统 Trump 用301条款调查强迫劳动，美国60个国家继续扣税，咱台湾列伫咧10%迄坎。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伫咧16个行政区摕到12个执政团大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台积电今仔日开股东会，董事长魏德嘉是强调讲，台积电过去这一年的营收甲逐个月利润，拢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去年咧开股东会时，估计是950块，即阵是已经2425，翻1.5倍。不过魏德嘉伊也讲着讲，伊是真烦恼，咱台湾的生育率上过低，未来人力恐惊会无够。去年的股东会在6月3号当天的每股新台币950元，来到昨天6月3号的股价是每股新台币2425元，配发总额也从去年的18元到今年至少24元，这个的成长超过30%。董事长魏德嘉亲身主持，讲出离岛的消息。前晚大港头人台积电初时点开股东会，点出正水的成绩单，营收甲每一个营务拢创下历史新高。魏德嘉讲，对台积电未来几年的成长真有信心。高原期、疫期落在哪时候？我的老实的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是下面几年都很好。你如果预计买股票请继续。爱小股东继续买，魏德嘉讲，半导体需求永远伫哩，自驾车甲机器人的发展是未来重要的趋势。对未来5年，准讲台积电当伫美国全力扩厂，不过各地的需求也是真大。公司嘛同步伫咧日本的新厂建设，只是魏德嘉嘛坦白讲，产业要冲，不过台湾面临小资率化问题，可能会是问题。台湾的生育率太低啦，我们把话讲白一点，然后长久以后，我很怕不够。我们的工程师不够，我们的技术员不够了。小股东嘛关心，伫台积电2奈米泄漏秘密，包含东京威力科创人员涉案，是不是会因为安尼甲因企图供应商的名单？魏德嘉讲，这是个别员工犯错，所以决定继续。另外，透早原来有环保团体、劳工团体伫电话要求台积电伫扩大产能的同时，也应该负起社会责任，包含唔通互这载责任停留伫上底层的承揽商，员工过劳议题，还有扩散引起的生态破坏疑虑。剩下300只的草销，所以我们呼吁台积电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然后以利害关系的角度，是不是跟政府在开发这个园区的时候，能够尽量回避草销的生态热点。魏德嘉是讲，台积电甲政府两地合作，正重视沙仑地区高民营的保护，会以尽量卖搅扰做大方向。另外，台积电原来投入高民营生态廊道的串联计划，针对员工本人的问题是讲，为2025至2026年有信心会超过30%，未减少对员工的回报。记者采访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去年是宣布要甲全世界扣对等关税，结果今年是去互反映裁定违法。后来 Trump 就改要用301条款继续扣税。今仔日美国已经宣布调查结果甲预估的关税。这条301条款主要是调查无公平、无合理的贸易行为。这回 Trump 政府是针对60个国家调查强迫劳动，其中咱台湾甲13个国家，美国是宣布要扣10%。一寡国家是已经甲美国有一寡协议，亲像咱台湾是甲美国已经有签对等协定。也若是其他46个国家，美国是宣布要扣12.5%。预计7月初7展开公开的听证程序，若是通过审查了后，对税生效。针对这项关税，真侪国家拢否认讲因有强迫劳动的情形，后面迄边是批评讲美国完全无正当的理由。川普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管理法对贸易来访国扣对等关税，今年2月已经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不过，川普的关税还未实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公布，在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所做的调查结果。
主张美国60个目标有破经济体无有效禁止造成无公平目标行为的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美国，所以建议加扣10%到12.5%的关税。其中台湾是被建议加扣10%的14个国家之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这是为解决美国伫全球市场面临正大贸易逆差的问题。Driving all of these deficits, we believe, among other things, are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One of these is a tolerance fo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goods made with forced labor. 这摆公告是3项调查定数之一，最后的数据还未定限，而且要经过川普政府一定定数。英国表示，咧打击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英国企业未正做帮凶。加拿大总理下年是表示无意外，并咧伫12.5%关税中国，除了否认有强迫劳动，也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欧盟也表示，因为这理由扣的关税是不合理的。I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European Trade Commissioner, Maros Šefčovič, before we sent this out, and he gave me his views, I gave him mine. Both sides are committed to compliance with the trade agreement. 这边是巴西除了强迫劳动以外，也予美国向3项条款另外调查所谓贸易、电子支付等贸易不公行为，最后真济商品被建议加扣15%关税。总统卢拉接到消息了是真生气。E nós não podemos aceitar o tratamento que os Estados Unidos deu ao Brasil esta semana. 3项条款调查结果出来时阵，对美国甲印度实体贸易谈判进行到最后阶段。消息传出，和印度是正解忧，而且印度甲中国共伫12.5%的关税层级。根据彭博报道，印度已经否认强迫劳动的指控，佮指出这问题应该伫进行中的贸易谈判空气之下解决，毋是透过单方面的加扣关税。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即阵外口是已经变天啊！南海有一阵低压系统正咧通过台湾的南部，所以讲即阵加上明仔载，因为低压系统甲风面的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若那是后礼拜是有可能会落规礼拜黄霜雨。专家就提醒讲，这雨可能是雄雄一阵来的足大阵，真雄阁真粗。大家都要会记哩冷雨棚检查排水孔，减轻饮水的灾情。头晕夜夜飞，互人目睭爬金。西南风增强，加低气压瓦近，气象署发布强风特报。台南县南回地区的太麻里溪水尾出现沙尘暴现象，县政府要求当地进行疏浚工田的厂商注意断水，头晕才袂夜夜飞。屋内都是沙子，快门窗可能就要关小一点，要不然室内都是沙子。我们会再加强洒水的频率，那另外也会同时通报我们本县的环保局进行一个勘查，如果有违规的情形，会再进行开罚的动作。西南风甲午后热对流相重影响，西半部地区礼拜四下晡开始，陆续出现雨水规工度。伫南海的低压系统正持续发展，无排除变做热带性低气压，可能伫拜四半暝了后为南台湾附近通过，为恒春半岛甲东南部地区带来低延时强降雨。低气压影响到台湾哦，所以在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一整天的降雨情况会比较明显。那在其他地区的话，要留意是因为低气压会那午后雷阵雨的情况会发展的更加的旺盛。气象署提醒，拜五开始各地会落雨，东南部、西半部甲山区有大雨，午后中部以北甲大台北地区有局部性低延时大水雨。拜六低压系统离开，不过各地也有局部低点阵雨。礼拜开始低压大影响，午后东半部是落雨热区。再来主流方面报道，各有西南风，是今年黄霜雨季头一个主流方面。后礼拜二西半部会落大水雨，东半部会一直落到后礼拜日。全台湾各地都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中雨势比较大的情况呢，就是西半部会大于东半部，中尺度对流移动到陆地的话，可能就会带来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也许是雨量这个可能70-80毫米甚至上百毫米，其实都有机会。气象专家林德温示警，比起这礼拜五天气不稳定，更加要注意后礼拜开始到6月中，对伫主流黄霜雨方面的中小度对流系统刷入来，可能会带来持续的强风大雨，地势水灾灾情，提醒民众一旦趁压力落雨时阵，先检视疏通排水系统，做好防灾准备。记者采访报道。食毒赛车出车祸造成人死伤的案件愈来愈多，行政院今仔日宣布要加强防范甲处罚。法务部就要开会，甲依托米酯提升做1级的毒品，无论是制造、运输也是卖，相当拢会当判到死刑。
食毒塞车，若是造成人死亡，吊销驾照规4人。记者检测头一届是罚27万，未来搁再罚加罚18万，无上限。也若是车的部分，只要是牵涉到食毒，无论这个驾驶敢是车主，车拢会甲你收走。冲浪警车嘛去弄着停伫路边的车，小客车冲红灯，警方向前拉闸，无想到驾驶煞大油门加速逃走。代志是伫高雄左营区发生的，车内互人发现有毒品，驾驶毒品喙烂快胎嘛是阳性反应，食毒塞车真济。法务部一定上紧17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讨论甲依托米子由第2级毒品改立做1级毒品，制造运输范围相关的当处死刑。依托米子由第2级毒品改列为第1级毒品，凡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衡平性、比例性跟罪值来做一个通盘性的考量，但基本上我们整个毒驾的刑责是往上要提升，这个整个政策方向是不变的。食毒塞车防治方面，交通部规划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食毒塞车吊销驾照3年，若是累犯也是肇事致使别人重伤死亡，终身袂使考照。若是年满18岁公车乘客，便于知影驾驶人有用毒品，也是醉车，一处连坐法，相关的当罚15000。同车乘客没有去劝阻那个毒驾的一个驾驶人的话，也会被处以6000到15000的一个罚款。吊扣吊销要重考的话，就需要经过戒瘾相关的一个程序。当时食毒塞车累犯罚款原来会大幅度提高，食毒塞车罚款为3万提高到12万，食毒骑机车为15000提高到9万。第2届违规伫头1届罚款的基础，国加罚9万。第3届以上持续累加，而且无进步。食毒塞车拒绝测量罚款为18万，要提高到27万，再犯者每一届阁加罚18万，累计无进步。而且食毒塞车的车，不管车辆是啥个，拢没收。记者采访报道。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今仔日37周年，惊讲民众若组织做伙会假起不满情绪，中国政府就伫咧北京、香港加强维安。天安门广场周边拢交通管制，大路架桥拢有人咧顾。过去这受难者的家属设去天安门举办这悼念的活动，不过今年中国官方是下令禁止，而且这网络顶头当然也是禁止讨论甲六四有关系的文章，无法度发布，若是发出去也随风台掉。也若是香港迄边过去是中国唯一会当举办六四悼念晚会所在，不过国安法实施了后，所有甲六四有关系的活动拢总去互禁止。即阵警方的巴士是世界界边，要用这暗砍的方式，互愈来愈侪少年人唔知影过去迄段粗残的历史。也若是咱台湾，下暗伫咧中正纪念堂游园是有举办这纪念的暗会，除了悼念受难者，也是提醒咱台湾人，咱即阵的民主甲自由是偌尔珍贵。六四天安门事件今年是满37周年，北京的街道会当看到维安的警力是明显增加，而且每隔一段距离，都说有写警察2字的亮灯站，伫最近城内嘛是共款。伫迄当阵失去亲人的天安门妈妈，通常会伫六四这天到北京的墓园去拜拜，而且举行悼念的仪式。但是今年家属是真罕见收到通知，讲唔准办这活动。这是天安门事件爆发37年来，当局第一摆下这种禁令，维族的家属已经写批表达抗议。国际调查组织是指出讲，今年北京对六四纪念活动的压制，敢若是当地升级。伫香港为了防止任何悼念六四的活动，真侪台大把数的警察车都守伫街仔路，行动艺术家单色心伫六四进前伫东路湾的街仔路，提出长6.4公尺的红丝线，准备要绑伫路牌条仔顶悬来表達悼念，隨後便衫嘅公安來制止，超越卡棒送伊離開。當你要講嘢或者要做嘢嘅時候，都會俾人監視住咧，呢個係一個好唔正常嘅狀態。香港當局第一日控制抗年以新冠疫情做理由，禁止舉辦悼念六四的守夜暗會。迄當中維多利亞公園同款有民眾自發上來組織，但是今年這項活動是正式終結。加上香港的國安法嘛，第一日控制抗年上路，大大限縮當地的言論自由。預計台灣的辯論人數5日開始。六四進前第當家開記者會，強調中國的民主運動無死，只要有希望，提出勇氣。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is not easy. It's much more difficult than in 1989. But another message I have been trying to deliver to the whole world: courageous is contagious.
be courageous. It's contagious. You use your courage to pass on that courage to people who need it the most. We need it. 5年开始嘛，呼吁日本发挥影响力，比如亚洲自由民主的部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发表声明，表示讲，不管是偌济审查的手段，咱无法度甲历史留回点，也袂历史抹掉。遐为着争取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牺牲的人，有一天会得到平反。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韩国的地方选举甲国会补选，总统李在明执政的共中民主党，伫咧16个行政区摕到12个执政权大赢。不过，首都首尔的市长本地声势真好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梧，要拼现任的市长煞是拼无倒。由国民力量党的吴世勋连任，要做第5任。韩国地方选举甲国会补选初三上场，侪选民迁入去各地投票所投票。根据韩国中央投票管理委员会统计，这届选举的投票率是61%，创历史新高。根据较早的计票甲出口民调结果，总统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伫包括首尔在内，拢总16个一级行政区的地方政府首长选举内底表现赢目，摕到12个行政区的执政权，比顶届选举成长超过2倍。 이번에 꼭 소중한 한 표 투표해야겠다 생각이 들어서 네 맞습니다. 투표해서 그 동작구 국민을 위해서 헌신하고 동작구 발전을 위할 수 있는 후보자가 탄생됐으면 좋겠다고 생각합니다. 韩国地方选举的投票时间拄好是李在明政府上任满周年。首尔市伫这届选举中，红认为是一级战区，挑战市长宝座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梧。原本因为总统李在明的高民意支持度气势真好，尾仔煞跋落尾。现任市长吴世勋上尾的时阵倒头赢，毋若连任成功，搁创下当选5摆纪录。 오만해지고 있죠. 이 오만의 폭주 중단시켜야 되겠죠. 选民专家分析，少年选民毋望轮替，不过中老世代的选民有人数的优势，伊个嘛是吴世勋连任成功的关键。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南美洲厄瓜多的警方顶日在咧机场查到野生动物的走私，12只珍贵的加拉巴哥海盗丁，去互人饲伫咧这卡邦内底。 除了走私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嘛因为人类发展愈来愈少。马来西亚槟城强要长种的云乌蟹猴，常常走入去社区内底，为着找食，甲人类起冲突。旅行包救开，内底竟然是几6只数据红白地的加拉巴哥海盗丁。EDA realizando una inspección dio como positivo 3 maletas, los mismos que durante una inspección el personal policial pudo determinar que se encontraban 12 iguanas de Galápagos。3个摕泰国护照的旅客将海盗丁绑甲严严，钱入去3个旅行包，想要瞒天过海。19伫厄瓜多瓜阿基尼国际机场准备离境的时，互撞到，虽然走私失败，不过也是造成伤害。 Lamentablemente, una de las iguanas fue hallada sin vida y varias presentan afectaciones físicas atribuibles a las condiciones en las que han sido transportadas. 加拉巴哥海盗丁是全球唯一的落海找食的盗丁，简单分布伫厄瓜多的加拉巴哥群岛，属于世界罕见的特有种。不过近年亚洲乌翅对稀罕的白糖类需求增加，互中南美洲濒危的物种正做走私目标。只是野生动物的威胁，不是简单的非法交易。 They don't really just stay intact in the forest, but they also come out to cross the road to the coastal region to look for food as well as to cover the beach side as part of their home range. 伫马来西亚的槟城开发大手村入去互拿，濒危的云乌蟹猴，因为车底互车路切断，为着找食，敢若会当爬起哩居民的阳台，沿墙啊找路，甚至冒险踏伫高压电线顶悬，嘛一直有人交冲突。 We can actually intervene to trying to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 risk of roadkills to animals. And secondly, maybe we can try to build bridges. 为着解决危机，当地环保团体物尽其用，收集南无爱的消防水带，甲编做下过车路的空中走廊，佮靠社区居民做伙合适共存。The residents not always like me.
like wildlife a lot, complain even because they are doing nonsense, right? So they need someone local to try to calm down, to minimiz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is one. 为南美洲红走私的海盗丁到马来西亚被逼通过车阵的郁乌血沟，野生动物甲人类的冲突愈来愈济，只有民众提出有智慧的行动力，亲像用消防水带搭起来性命空桥，才会当替濒危物种留下生存的机会。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古水的红仔角色史努比，伊的原型就是这种米格鲁。这种狗仔除了古水也真好教，所以讲袂少机场就会训练因做检疫工课。毋过长期煞也互掠来做药啊，也是医疗的实验。美国的传播团体就甲这实验肯的番石场拍官司拍9档，总算成功啊！美国番石米格鲁来做实验。对这顶米格鲁狗来讲，这是因生命中头一摆行出铁笼啊，感受日光甲空气，闻到草地甲土的气味，伫这个会使互因安心的环境中，好奇探索青春的世界，轻松喐来喐去佚佗。面对头一摆接触的人类，伊嘛拢无封闭，顾在人某。So it's just amazing to see that it's all come to this moment where the dogs are finally getting out and experiencing all of this love and joy and freedom. We didn't know if this moment would ever come, and 得到终身的米格鲁先接受兽医的健康检查，然后各自疫苗安入晶片，各进行绝育的手术，再搁送去全美国各地等待认养。动保团体表示，目前已经有700外的家庭提出申请，比认养的数量超过预期。We want to make sure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dogs has the absolute best outcome. Gets what they need, the time they need, gets spayed and neutered, and into the arms of a loving family. 因为米格鲁体型小、个性温顺、好管理，长期互人用伫个药物甲医疗实验。其中伫个威斯康辛州的里吉兰农场经营犬只半整60多年，专门供应实验室使用。动保团体对2017年开始对农场展开长期的控制甲调查，期间经过硬拢入要救狗仔，甲激烈的抗争冲突以及法定的攻防，最后伫个多方的拍拼甲协调之下，农场同意放出所有的狗仔。而且伫个7月初1交出探证的许可证，避免遭受到同侪级的动物虐待起诉。虽然业者否认虐待动物，不过特别检察官认定场内部分目睭的手术定数违反州的兽医规范。这场大规模的救援，不但救出1500条性命，嘛甲这个拖60档的实验犬探证历史停落来。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